咁我哋依家咧就嚟打個平水，起個平水先，睇下個地面個高度，各個位置嘅高度係幾多？呢度1035，呢度1050，呢個係最矮嘅，係啦，1050門口係最矮嘅，1050。我哋依家攞個最高位，106幾，呢度1030。呢度1020，即係咧，依家個廳咧呢個位置咧係最高嘅，咁就要以呢個位置嚟開始鋪磚。1030係啦，1040，OK，好。咁定咗呢個高度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知道個地面可以做到幾高啦，就係呢個位置啦。我哋做瓷磚咧。一般咧就2寸以內，2寸以內1020，即係970。呢度係平水落970。咁我哋依家開始咧就嚟 mark 個全屋個平水位置啦，因為我哋要彈墨。每一幅牆咧都要 mark 2點，咁喺呢條平水墨咧，佢個作用就係泥水師傅鋪磚嗰時咧，可以用呢個平水定咗個全屋高度。電燈師傅 mark 位嗰時咧，可以根據呢個地面完成面去定嗰個蘇嘅高度。全屋都要做一個標記。咁到時攞墨斗就可以去定位置啦。呢個係我哋入場嗰時咧一定要做嘅嘢。970，咁師傅就知道㗎啦。因為呢啲咧係我哋設計師做嘅。嗱，咁我哋依家咧又將個平水儀擺咗喺呢個位置。呢個位置咧，既可以打晒每一間房去定一個位置，又可以追翻廳呢個平水。係啦，我哋調翻啱呢個平水，跟住就開始又踎位啦。因為如果廚房廁所做個地面咧要做通鋪咧，即係同一個高度咧，就一定要攞晒全屋個平水高度先得。你冇辦法就到一屋個高度，因為廁所個地面去水咧會管死咗有個地面個企缸個高度，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全屋攞過呢個平水。咁我哋依家講解下呢個企缸個去水問題，因為如果佢呢個去水出牆個去水咧喺呢個位置咧，同我哋嘅平水咧就係唔啱噶啦，咁到時做起嘅企缸咧，呢度要攬一級上去，非常高嘅，所以咧我哋一定要響下邊 call 個窿入嚟，咁先有辦法做。如果做無障礙嗰啲咧，仲要 call 到好深先得。咁依家咧做正常企缸咧都要 call 落幾寸位噶啦，係啦，所以咧全屋個平水咧就係要嚟定呢啲位置啦，一定要攞呢個位置，定到呢個位置咧，咁全屋先有辦法做到通鋪嘅效果。同埋呢個咧排糞渠咧，一定要多數咧，香港多數咧都係自由嘴噶啦。自由嘴咧，佢呢個窿中咧離地一般係4至7寸，係啦，咁一定要定晒呢啲位置先得。所以呢條平水墨個重要性就喺呢度。